先来关心的是，这春节连假第二天，国道除了部分的路段车辆有较侪以外，其他呢拢还算正常。高公局是表示讲，明仔载这落南的车辆会愈来愈多，所以建议闪开较到塞车的时段。也那这天气的方面，寒流已经落南啊，所以阴暗呢是愈晚会愈寒，中部以北可能是无到10度，明仔载暗时会上寒。透早国道1号车要无算真济，春节连假的第二天，全台湾的高速公路除了中和、新竹、彰化等等的路段车较济，其他的拢要不哩好走。也那国道5号路南雪山崩坑，到下晡3点为止，通过的车有24000多台，甲去年同期来比是减9%。高公局提醒，27要是路南的尖峰，提醒民众会当伫较无晒的时间才出门。西部国道部分的话，建议大家可以在早上6点以前，或者是中午12点以后再出发。如果要使用国五，可以在早上5点以前，或是下午5点以后出发上国道。高公局提醒，27路南的路段，国道5号南港到头城，国道1号杨梅到头份，国道3号中和到关西，国道1号彰化到埔盐，国道3号快关到雾峰。下晡1点之前车会较济。也那天气的方面是愈晚愈冷。气象署讲，下晡开始寒流会落南，温度会降低，各地会变甲真寒。暗内中部以北有机会会到10度以下，未来的前一天会上寒。小年夜的晚上到除夕的清晨这段时间，那预估呢，在台南以北、东北部地区还有东部地区都可能出现10度以下的低温，特别是在中部以北、东北部地区，甚至可能出现8到9度的低温。这波冷空气开始落南，气象署讲8月天气会转大冷，到初1虽然日时会回温，不过早暗温差也是真大。夜晚清晨温度还是会非常的寒冷，那白天呢温度会迅速的上升，因此日夜温差会变得比较大一些。气象署嘛表示，这波低温水气若是有够，礼拜到8月3000公尺以上的关山有机会会落雪。记者综合报道。